統計局嘅數據顯示，全國以至卑詩省喺舊年嘅生育率都再創下歷史新低。有調查發現，國民嘅生育意願下降同生活成本因素有關。蘇漢南嘅報道。加拿大統計局最新公布嘅數據顯示，本國舊年嘅出生率再創歷史新低，每名婦女平均生育1.26個嬰兒，相比2022年嘅1.33進一步下跌。而卑詩省舊年嘅出生率更加係各個省入邊最低，啱啱好只有1名。另外，民意調查機構 Angus Reid 上個月對1300名未滿50歲國民進行網上調查，詢問佢哋係咪有計劃要下一代。結果只有1/2嘅受訪者話佢哋肯定會有至少1名子女，2/3嘅受訪者就話仍然可能會計劃有下一代。喺呢兩批人入邊，有40%或以上都話延遲生育係因為未能揾到合適嘅伴侶，又或者經濟就業市場不穩，其他因素就涉及托兒成本同埋可負擔房屋危機等等。新時代電視記者蘇漢南報道。